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落水溪的福地溪洲，东犁西堡伫溪边化休，汤甘甜的甘蔗，予五分车载走路。一江霜风将花车，扫甲无影只。圣山冷水悠远巴甜，水潮一区比一区青翠。白仔、珍珠、水晶甲地乌，乌旋滋味拢是乌金。芳瓜仔甜搁厚汁，天然变面亲像现切。庄脚逐工黄国家，上闹热迄条街，缀少年的远走都市。春豆豆啊，骑铁马下老路，甲迄只狗带路。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9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中华县的杨朝芬先生伊所写的《落水溪的福地溪洲》。选入去，咱邀请杨朝芬先生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溪洲是阮的故乡，自细汉出世到即马已经一甲子。对这片的土地，阮有真深的感情，所以才发想用诗句的方式来呈现阮对这片土地的爱。东犁西堡伫台湾中部，自清朝时代到日本统治的初期，是一个行政区域。伊的范围包括今日彰化县的宝斗镇、溪洲乡、鼻头乡中南边，甲到田尾乡的西南边。一小块地，溪洲伫东犁西堡中算是大庄头。早期也是咱台湾糖厂制糖的总会社。迄时阵非常的闹热，有夜不落城的称呼。70年代自从台糖总公司搬走，人口就一直没落。规庄头是冷冷清清，剩无偌济人。现主时上出名，也就是溪洲公园甲杨马路。所以，阮伫诗中讲是糖厂运搬甘蔗的5分车，将溪洲的繁华再造了。圣山的冷水，伊来自中央山脉的落水溪水，也是农村灌溉上重要的水源头。水稻、芭乐、乌米、芳瓜啊等等农作物，伫溪洲拢是大宗的产物。因为落水溪伫遮，所以伊的土地真肥，种出来的农作物
也真水，真好食。芭乐伫溪州是有名的水果，有水晶、珍珠、帝王，这拢是芭乐的品种甲名称。乌米因为营养价值真悬，就亲像乌金同款，比较较贵重。现主时溪州闹热会社家啊，因为少年的派趁者，拢走去都市发展，逐工就亲像黄国家同款，无看人。黄国家在华语就是捉迷藏，咱台语文舀米烧车的讲法。市中尾段只剩豆豆啊骑铁马的老龙，甲迄只狗带咯。豆豆啊骑铁马，在华语就是慢慢啊骑自行车，也是单车。另外狗带咯，就是讲迄只狗真爱缀咯，也是咱华语所讲的跟屁虫迄个意思。东犁西堡徛伫溪边画休，汤甘甜的甘蔗，互5分车再走咯。算入去，咱邀请即届评审委员萧丁春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由赵芬先生所写的《东犁西堡徛伫溪边画休》，这内底有过去的记忆，甲这个记忆扣做伙写咧，变一个真有古早味的一首诗吼。伊讲汤甘甜的甘蔗，5分啊车再走咯。一天霜风，将火车扫甲无影迹。这就是用这个古早的记忆开始，刷落转就写到即摆现代的生活，目睭所看到的，讲咱知影西犁、东犁这带的米真出名，伊就甲讲水稻一区比一区青翠。这个伊甲足侪这个果子吼，名扣做伙我真心熟吼。芭乐啦、珍珠啦、水晶啦、甲帝王啦吼，香瓜啊甜佮厚接，较有诗的味的是下骹一句，讲天年变面亲像现切，这用譬如方式来讲，天年咧变，一瞬间10000年就变。那像现切，这意思讲，那像现切遮紧吼。庄脚逐工盐国家，上老咧条街，缀少年远走都市。这远走这2字，是有真有迄个文学的味吼。咱讲远走他乡，伊讲远走都市。当然，伊嘛了有咧对目前较庄脚的所在，慢慢失落，拢敢若剩老人，伫这庄脚较济的这现象。所以讲，剩豆豆骑铁马的老龙，老岁仔做事人，甲迄只狗缀路。规首诗是用这个所在的特色产物，甲庄脚慢慢少年人离开去外口讨趁，致使这庄脚甲剩一寡老岁仔的做事人伫遮，甲一只狗来对路，就是讲，敢若狗甲伊作伴，即嘛一种真水的诗的写法。上闹热迄条街，缀少年的远走都市，剩豆豆啊骑铁马的老龙，甲迄只狗带路。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杨兆芬先生写诗，萧凌春老师讲评，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